面對超高齡社會所引發的失智症危機，嘉南療養院顏世慶醫師更點出女性患者明顯比男性較濟原因，提醒大家愛知影提早預防。女性荷爾蒙過低的話，會影響我們的肌肉的量跟骨質的疏鬆。那這個肌肉跟骨骼的話，是負責我們的運動。那如果在肌肉跟骨骼同時減少情況下，會減少你的活動量。所以的話，你會變成說，相對來講的話，女性臥床的比例比較高，因為減少活動的關係。那我們可以簡單來說，減少活動量這個危險因子其實跟失智症是正相關的。所以呢，我們透過這樣演講跟大家提醒說呢，提高自己的運動能力，預防肌少症其實是可以預防失智症的。這場由台南家庭教育中心主辦、中華藝術科技大學承辦的公益講座，今年已經是第13檔，也是打破在文化中心的慣例，首次加入社區。8月1號由嘉醫師拍頭陣，一直到9月5號，每一個拜六攏會在東佳里活動中心，邀請跨領域的學者專家為民眾解答身心健康的相關議題。第一場鄉親的相當的踴躍，感受大家對健康自我提升的上進心和求知欲。活動中心不只是辦活動而已，它可以讓里民交流學習的地方。我想讓我們的活動中心成為社區居民非常好的一個學習環境，也讓學校的專業知識帶來社區，讓我們的里民可以就近來享受這豐富的資訊，也讓我們的里民更健康。整個家庭要能夠非常的好，能夠健康的經營下去的話，身體跟心理的照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我們這一次辦理的講座，從今天開始就是8月1號連續會有6次的一個課程的一個帶領。好，那也期待就是透過我們一個課程的話，能夠帶給我們東橋里這邊的社區民眾有一個不一樣的感受。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甲中華藝術科技大學聯手親近地方，直接將醫療甲生活化真實用的資源帶來活動中心，讓周邊的民眾在假期就近參與，為身心健康充電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